昨昏伫南部雨水真高嘛，造成灾害。亲像高雄的桃园区、福兴里、拉湖兰里，还有梅山里，唯一的对外车路都因为溪水涨起来，路抢断去。这3个里今仔日是继续停班停课。公路总局有紧急开放备用车路，有管制5吨以下的四轮车爱伫咧限定时间来通行。 老龙溪河水涨起来，大土石冲到路的河台20线昆河到福兴河床的便道100公尺路冲歹去，也互高雄桃园区福兴、拉湖兰、梅山里唯一连外道路断去。市府宣布，这3里暂时搁再停班停课1天。水电还有婴儿用品，还有药物。 粮食物资大概都是目前是没有在短缺的现象。明天如果没有再进行通行的话，可能会出现尿布跟药品的问题。加在早起无过落雨，好天也。高雄山区土石流经解除，事先撤离的保全民众安全返去厝的。气象署也解除这大雨的地步，嘉兴工务单进驻伫路的2边的机械，赶紧来抢修被冲歹去的河床便道，也甲半年前规划备用的路先开放，互山区的民众通行，已经伫中昼开放了。 我们这个一个刚打设完成的一个路廊是属于一个泥泞比较湿滑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那预计我们会在今天中午12点来做一个抢通。拜六中昼头一摆开放通行，后续会限5吨以下4轮的传动车伫开放时间改互通行。另外，屏东内回小流区的船班也伫拜六全部拢复开。早起单船的所在，袂少旅客伫单船摇人市整一天留伫小琉球。我们多留1天而已，就是我排到一半，票口门就拉下铁门了，就是临时只能回民宿再睡1天。 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是到台南视察三门溪排水治理甲防范淹水的整备工作。我们需要从源头系统性的来治水，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治水、新供水跟降漏水整个大的一个工程计划。 杜英台讲，对治水，政府也伫建议更加大的计划，未来会以上水淹水的面积、上紧退水的时间，也有上悬的安全标准这3项指标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